唔好輕視近視、白內障、青光眼、黃斑病變等眼疾。發現視力出問題就要及早就醫。現時香港有超過480位眼科專科醫生同眼科住院醫生，而眼科醫療技術、設備及相關學術研究亦不斷進步。香港眼科醫學院及香港眼科學會分別喺培育人才、公眾教育同國際交流方面扮演重要角色。香港眼科醫學院紮根香港已經超過30年，我哋建立咗同國際接軌嘅專業培訓制度同埋執業標準，培養出具專業判斷能力同埋卓越臨床技術嘅眼科醫生，確保市民享有優質嘅眼科服務。香港眼科嘅研究團隊亦都晉身咗全球嘅前列，每年喺各主要嘅眼科期刊發表超過100篇嘅專業論文，不斷推動醫學知識進步同埋提升臨床診療水平。香港眼科學會成立至今超過70年，凝聚本港公營私營眼科專科醫生，提升本港大灣區以至海外眼科醫生嘅交流同埋聯繫，並以提高公眾眼科知識為己任。2024年，我哋學會憑藉近視防控教育計劃，榮獲亞太眼科學會最佳公眾教育大獎。繼往開來，我哋將會繼續舉辦眼科教育展覽、大型公眾教育計劃、義務眼科服務，與市民攜手，守護眼睛健康。2月5至8號舉行嘅2026亞太眼科學會年會 APAO， 就為香港以至亞太區眼科醫療專才提供交流機會，推動眼科醫療技術發展。香港眼科全球視野係由亞太眼科學會特約播出。